我哋成日聽人講話，人生就好似一條拋物線，後生嗰陣衝到上頂，到咗中年就無可避免咁慢慢向下跌。但如果我同你講呢個諗法由頭到尾都係錯嘅呢？今日我哋要用科學話俾你知，《Learning to Love Midlife》呢本書點樣證明人生最精彩、最值得回味嘅日子，唔係25歲，而係由50歲先至真正開始。喺開始之前，想請你幫手撳個 like 同訂閱，支持下呢個廣東話嘅製作啊！首先，我哋要將中年危機呢個標籤撕走佢，將佢放喺垃圾桶入邊。作者 Trip Conley 就用一個字顛覆咗我哋所有嘅想像。佢話中年唔係一場危機，而係一個準備蛻變嘅蛹。你想象下，一條毛蟲，佢唔會覺得自己捲埋喺個蛹入面就係世界末日。呢個化蛹嘅諗法，其實同心理學一個好出名嘅理論創傷後成長係完全吻合。佢講緊啲咩呢？就係話好多人撲過一啲大鑊嘢之後，例如失業、失戀或者大病一場，反而會突然之間叮一聲醒咗，對人生睇得更加通透，揾翻啱自己行嗰條路。就好似中年嘅失落同迷茫，就好似嗰個蛹咁樣，表面睇嚟好似停滯不前，但內裏其實醞釀緊一場驚人嘅進化。佢逼我哋問自己，喺剝開所有社會俾我哋嘅身份標籤，例如你係邊個嘅仔、邊個嘅老公、邊間公司嘅經理之後，剩低嗰個我到底係邊個呢？呢個先至係真正成長嘅開始。喺書入面，第一個重點就係我哋要進行一次中年大執位，就好似近年香港好興講嘅斷捨離，要掉咗屋企嗰啲雜物咁樣。我哋嘅人生都需要執位。你睇下呢幾年，幾多香港人選擇移民，佢哋唔單止係執行李，佢哋係喺度執緊自己嘅人生。佢哋重新審視乜嘢對佢哋最重要，係咪真係層樓、份工，定係仔女嘅將來，或者係一種新嘅生活方式？呢個就係最極致嘅中年大執位。呢個決定亦都引申到第二個理由，你其實比後生嗰陣更有野心，只不過呢種野心唔係為咗升職加薪，而係為咗追求一個更有意義、更忠於自己嘅人生。好啦，講完心態，我哋講啲實在啲嘅嘢，科學證據。第三個理由就係全球超過130個國家都證實咗嘅 U 型快樂曲線。簡單啲講，我哋嘅快樂指數由20幾歲開始，就好似恒生指數遇到股災咁樣，係咁跌，跌到47、8歲就係谷底，但過咗呢個點就會強力反彈，甚至高過後生嗰陣。點解會咁？呢度就要講埋第四、第五同埋第六個理由，全部都同我哋個腦有關嘅。第四，你喺危機裏邊，其實更加處變不驚。腦神經科學話俾我哋知，人到咗中年，大腦負責理性思考嘅前額葉皮層同負責情緒嘅杏仁核之間嘅溝通會變得極之有效率。就好似你公司個 IT 部門終於識做嘢啦，喺個癲嘅客鬧爆你之前，已經幫你 set 好晒防火牆啦。所以你見到啲後生仔遇到少少事就亂晒大龍，你可能只係深呼吸一下，心諗又係呢啲嘢，當食生菜啦。第五，你嘅 EQ 已經成熟啦。承接上一點，你唔再容易俾人哋撻着。依家網上面日日都有網絡公審，後生仔可能會好在意人哋點睇，為咗一句留言嬲咗幾日。但人到咗中年，我哋開始明白，大部分人嘅意見其實同你冇咩關係嘅。呢種識得揀嘢嚟在意嘅能力，就係成熟嘅表現。第六，
你擁有後生仔冇嘅晶體智力。心理學家將智力分兩種，流體智力好似電腦 CPU，係反應速度，後生嗰陣最勁；而晶體智力就好似一個超級雲端數據庫，係你成世人累積嘅經驗同埋智慧。中年係 CPU 開始減慢少少，但個數據庫變得極之強大嘅時候。依家好興講斜槓人生，一個中年人如果想轉行，佢可能會覺得自己學新嘢唔夠後生仔快，但佢幾十年處理人際關係、管理時間、拆解危機嘅晶體智力，正正係佢最大嘅本錢，令佢可以好快喺新跑道上面上手。跟住我哋去到第七、第八同埋第九個理由，係關於我哋點樣睇呢個世界同埋我哋身邊嘅人。第七，你對模棱兩可嘅事睇得更加開。後生嗰陣，我哋好鍾意非黑即白，覺得啱就係啱，錯就係錯。但人到咗中年，經歷多咗，你開始明白好多事都冇絕對嘅對錯。就好似處理屋企人之間嘅糾紛，或者公司嘅辦公室政治，你唔再急於揾邊個係衰人，反而識得企後一步，睇到每個人背後嘅難處，呢種包容嘅能力就係智慧。第八，你更加識得睇大局。當你累積咗足夠嘅晶體智力，你好似有咗個上帝視角，你睇一個社會現象，唔會淨係睇到表面，而會睇背後嘅歷史、經濟、文化因素。就好似睇住樓市升跌，後生仔可能淨係睇到買唔買得起，但我哋可能會諗到背後嘅人口結構、經濟周期同埋政治環境。第九，你嘅人際關係由闊度變為深度。史丹福大學嘅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話俾我哋知，當意識到時間有限，我哋會自動波咁樣篩走啲酒肉朋友，將時間留俾啲真心嘅知己同家人。就好似你本電話簿，可能20幾年都冇變過，但依家你最常聯絡嘅，永遠都係嗰幾個人。呢個唔係你變得孤僻，而係你變得更加聰明，識得將資源投放喺最高質嘅關係上面。跟住去到第十同第11個理由，係關於我哋點樣對待自己。第十，你終於肯聽自己身體講嘢。後生嗰陣，我哋當自己嘅身體係鐵打嘅，捱夜、暴飲暴食，覺得瞓一覺就會冇事。人到咗中年，身體開始用各種信號，例如胃痛、腰骨痛、瞓得唔好嚟同你抗議。依家香港咁多人行山、做瑜伽、研究健康飲食，好多都係由中年開始。我哋終於明白，健康先至係真正嘅優先，冇咗佢，後邊有幾多個零都冇意義。第11，你內心充滿傳承呢個渴望。心理學家 Erik Erikson 話，中年人嘅核心任務就係傳承。呢個唔單止係生兒育女，而係一種想將自己識嘅嘢、經歷過嘅嘢傳俾下一代嘅渴望。可以係一個資深嘅師傅，將就嚟失傳嘅手藝教俾徒弟；可以係一個阿媽，將自己嘅拿手好餸教俾就嚟結婚嘅女；甚至可以係你喺網絡上分享你某個領域嘅心得。當你見到自己嘅智慧喺另一個人身上發光，嗰種滿足感係錢買唔到嘅。嚟到最後，亦都係最震撼嘅第12個理由。耶魯大學嘅心理學家用咗幾十年時間追蹤一大班人，佢發現一個人點樣睇變老呢件事，竟然可以直接預測佢嘅壽命。研究結果係，人喺中年嗰陣對衰老嘅態度保持正面積極嘅人，比起嗰啲覺得老咗就冇用等死嘅人，平均嘅壽命可以長7.5年。呢7.5年係一個實實在在嘅數字，佢嘅影響力甚至大過你準時食降膽固醇藥或者日日去做運動。
呢個研究話俾我哋知一個好重要嘅真相，我哋嘅心態就係最強大嘅力量，甚至係一種可以改變生理時鐘嘅力量。當你真心相信中年係一個黃金時代，你嘅身體、你嘅行為、你嘅選擇都會不自覺咁向住呢個方向進發，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總括嚟講，Chip Conley 呢本《Learning to Love Midlife》想傳遞一個核心信息：中年唔係一個衰落嘅過程，而係一個增值嘅過程。我哋增值咗智慧，增值咗情緒穩定性，增值咗深度關係，亦都增值咗對生命意義嘅理解。我哋就好似一部經典嘅舊跑車，雖然外殼有啲歲月痕跡，但引擎經過精心調校同埋升級，性能可能比出廠嗰陣更加強勁，更加可靠。多謝你收聽8分鐘一本書，我係書豪。如果你覺得今集嘅節目為你嘅人生帶嚟新嘅睇法同埋力量，請你幫手撳 like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